这边。你就是黑狐？回皇上，奴才正是黑狐。你既本是八旗子弟，为何只肯效忠于鳌拜，却迟迟不肯主动与朝廷联系？奴才也是迫不得已。鳌拜执政多年，掌握了奴才家族大大小小的把柄，所以奴才不得不受制于鳌拜。这些年来，奴才只能和鳌拜单线联络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奴才也曾想过向朝廷报密，但却迫于鳌拜继位，不敢造次。直到鳌拜此次真心伏法，把奴才等密探献给朝廷，奴才才有幸叩见圣颜。抬头说话。谢皇上。你把李欢他们二人在明珠谷的情况细细禀报于朕，绝不得有半点隐瞒。这李建清本名朱慈轩，是前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。永历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战乱中失散了，下落不明，因此朱慈轩就被李定国那帮前明余孽们奉为了前明最后一个太子。这李义焕是李定国的小女儿，和朱慈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据说永历帝留下遗诏，为朱慈轩和李义焕从小定了亲，所以李义焕又被这些前明余孽们尊奉为未来的太子妃。他二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，感情甚笃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继续待在明珠谷。朕赐你一个腰牌，要是有紧急情况，你可以直接进宫面圣。不过你得小心提防，不能让朱思轩和李义欢发现。奴才明白。皇上还要提防李公公。奴才听李定国说过，李公公为鳌拜下了大补丸之毒。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朱李二人利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公公，李公公便做了他们的耳目。这件事情鳌拜也发现了。自从鳌拜被圈禁之后，李德福再也没有找鳌拜要过大补丸的解药，显然是投靠了朱李二人。鳌拜已经跟朕禀报过了。奴才这里还有件重要政务，本来想交给鳌拜，但是鳌拜让奴才亲自呈现给皇上。这个鳌拜终于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本分的臣子。皇上，这就是3把金钥匙其中之一，原本是在吴三桂手中，吴应奇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途中，被李义欢的师姐樊倩颖调了包，钥匙落在朱慈轩手中，所以奴才才有机会又从朱慈轩手中调了包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吴三桂和李定国手里的金钥匙都是假的。这把金钥匙才是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后从永历帝身上得到的正品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待朕剿灭乱党之后，必将重重